估唔到新寧鐵路係會經過水中碉樓嘅喎。探索100座被時間遺忘嘅舊建築。上期咧，從水泥路轉入泥路，發現咗呢條100年前嘅火車路基。咁穿過路基咧，就會到達水中碉樓所在嘅水庫。嗱，呢度係水中碉樓，而呢度咧好清晰咁樣見到火車線嘅路基。水中碉樓本身咧已經好傳奇啦，火車路線喺水中碉樓前邊經過咧，更加增添咗神秘嘅色彩啊！嗱，呢度係水中碉樓，火車路線從水中碉樓前邊經過，順住線路到達下一站。好啦，火車線路咧就搞清楚啦。咁但係呢一站嘅火車站又喺邊度呢？阿水哥話咧，火車站就喺道路同埋水泥橋嘅右側角落頭。咁猜測咧，呢個位置就係上馬石火車站嘅位置。咁點解猜測呢個位置呢？係因為阿水哥講咗件好得意嘅事啊！咁當年咧，呢兩條村嘅村民發生爭執，都要求火車站咧就建喺自己嘅村前邊。咁後尾調解協商之後咧，就將兩條村離火車站嘅距離調整到一模一樣。咁所以咧，呢個位置更加符合上馬石火車站嘅位置。好啦，順住火車路直行咧，就發現咗前面嘅碉樓。呢度碉樓咧仲有人居住嘅。咁突然間發現有個攞住碌棍嘅阿叔及住我，咁我驚死俾人打啦，即刻過去同阿叔吹下水先。阿叔話咧，佢就住喺呢度碉樓入邊。你來嘅？你話我哪一個啊？講好多群先都話佢講你話哪一個啊？可以啊，人家係嘛？可以上去參觀嘅咩？可以啊，嗰度行咯。你好似盤去擔嗰得？咪風影啊！風影啊！讓佢攣嚟啦。參觀唔到阿叔嘅碉樓咧，就繼續前往下一站。路上發現呢座好酷嘅碉樓，佔地面積咁大嘅碉樓咧，真係比較少見啊！哇，呢度啲狗多到，嗱你睇下方老闆瀟灑到，完全都唔驚狗啊！嗱，狗哥我路過噶咋，呢座樓真係超級靚啊！你睇下啲細節，哇呢個中庭當年絕對係大戶人家啦，啲窗門嘅質量真係好啊！啲房嘅面積咧都幾大喎，哇！成隊狗哥啊，你睇我驚到，快啲走啊！順住路直行咧，就到達東深坑站。呢度騎樓咧都相當之霸氣啊！入邊呢幅畫真係精品啊！呢段騎樓路好短，感覺咧200米都唔夠。嗱，呢種極致咧就真係藝術啦。藝水哥話咧，東深坑站咧就已經變咗汽車上落站同埋朗北管區。咁呢個位置應該就係東深坑火車站嘅位置啦。從上馬石火車站到東深坑火車站咧，大概係2.5公里。跟住我哋嚟到長江火車站前邊嘅橋，咁基本上咧都已經改建晒啦，行唔到啊肯定唔存在啦。踩入去長江站對面嘅墟市睇下先，嗱全部都荒廢晒啦。呢啲樓咧翻新又冇意義，睇住佢哋冧又覺得好可惜，真係好矛盾嘅心情啊！艾水哥話咧，長江火車站就喺長江墟西邊嘅位置，咁應該就係永益藥店呢邊啲位置啦。呢邊啲騎樓咧以前應該翻新使用過，咁唔知從幾時開始咧又荒廢晒啦，真係相當之可惜啊！出咗長江墟咧就進入咗進龍路啦，呢條路咧就係以丁龍馬進龍嘅名命名嘅。咁之前咧有拍過丁龍相關嘅影片，有興趣可以往上翻下。咁下期咧我哋睇下方老闆發現咗咩寶藏啦。